这是点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年轻一代人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司政边巴次仁访问印度中部藏人社区；西藏观察表示，中国政府强迫藏人学习普通话；美国国务院在新的报告中记录中国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第25届雪顿节在达兰萨拉圆满闭幕。藏人代表团在法国参加宗教间对话活动。驻布鲁塞尔代表扎西平措出席比利时微藏协会成立5周年庆典。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结束宣传西藏议题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4月1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特别接见一批访客时，呼吁年轻一代人创造一个更加和平与和谐的世界。尊者在接见活动上邀请一名儿童上前，并与他进行纽西兰毛利族的碰鼻礼。随后指出 My generation facing a lot of problems. Like your generation, future, hopefully more peaceful, more equal. So you each one also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reate genuine peace on the concept of oneness of 7 billion human beings. 达赖喇嘛尊者还进一步表达了对全球环境恶化的关切。尊者对此表示 Now today, the global warming, one serious matter. So, such as a serious situation, now no use to fight each other. Now time come, we have to think world, not my nation, my continent, but rather whole humanity. So now the global warming seems now telling us we should act as a one human being. Like that, now time come, think about humanity. Okay, thank you. 另外，从4月6号开始，对印度中部各邦的藏人社区展开访问的司政边巴次仁，在本周对印度中部奥里萨邦境内的彭措林藏人定居点、恰迪斯加尔邦曼帕特地区的培德里藏人定居点，以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班达拉地区的诺杰林藏人社区进行了访问。司政边巴次仁在访问期间视察了当地的寺院、学校、养老院、行政部门的办公室、当地的藏医院和卫生保健中心，以及当地的非政府团体、工厂和农田。司政在向上述藏人社区的民众发表讲话时，着重谈到了维持藏人定居点运作的重要性，并与当地藏人青年交流期间谈到了青年人对社会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学习职业和贸易技能的重要性。随后圆满结束了对印度中部各邦藏人社区为期7天的访问行程。此外，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西藏观察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强迫西藏的学生家长参加普通话讲习班。
该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学生家长是普通的农牧民，但中国政府的新政策强迫藏人学习普通话，以及随时了解有关国家语言文字的最新规定和相关法律。根据西藏观察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在今年2月至3月，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一所中学为学生家长先后举办了大约16次强制性的培训课程。此外，美国国务院于本周2 4月12号发布了以中国的人权状况为重点的2021年国家人权实践报告。报告中关于西藏的部分指出，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西藏境内的藏人面临着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该报告详细记录了西藏政治犯丹增尼玛和宫阙静巴在中国监狱中酷刑虐待致死的案件，以及第11世班禅喇嘛被迫失踪案件，藏人刺人顿珠、裹息肉加措、宫美，以及中国政府对登桌寺的4名僧人进行秘密审判的案件，以及包括对迪拉登在内的藏人作家进行非法判刑的问题。报告还指出，西藏的监狱卫生和医疗条件十分恶劣和不足，当局还剥夺了囚犯会见律师和亲属的探视权。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对流亡世界各国的藏人进行威胁、骚扰、监视和胁迫。报告还引用相关媒体的报道，强调中国政府试图入侵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官员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的电脑及手机等设备。另外，为期1周的第25届雪顿节于本周3 4月13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圆满闭幕。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的演员们在闭幕式上表演了西藏传统戏剧《诺萨王子》。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作为主宾，与嘎伦塔兰卓玛女士、嘎伦诺增卓玛女士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其他政要一道出席了闭幕式。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保护和促进西藏传统戏剧文化的重要性，同时谈到了中国政府对西藏传统文化的系统性灭绝和操纵，使西藏的传统文化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议长还赞扬了来自印度、美国和尼泊尔境内藏人社区的参演团体及演员，强调他们的举措有利于西藏的自由运动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保护。第25届雪顿节藏戏表演活动从本月6号开始，共有8个来自印度、美国和尼泊尔境内藏人社区的藏戏团参加演出。此外，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法国大使的邀请，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在内的5名藏人代表于4月12号晚出席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举行的世界各大宗教间的对话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登加措先生、驻巴黎联络处负责人南杰桑珠先生、巴黎藏人社区主席伽马赤列先生和格西丹增边巴。该对话活动的目的是将不同宗教的领袖聚集在同一平台上，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和谐。藏人代表在当天晚间的活动上向亨德阿尔泰巴大使表达感谢，并献上代表西藏传统礼仪的哈达。另外，位于比利时的微藏协会于上周六4月9号隆重庆祝了该协会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应邀出席活动。代表扎西平措敦促与会藏人要遵循和发扬达赖喇嘛尊者长期在全世界倡导的西藏独特的价值观，以及诸如慈悲、宽容和利他等理念。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议员丹巴亚培、
堪布嘎扎欧洲索朗和加东普巴多杰组成的议会代表团于上周日4月10号成功结束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参访活动。在参访期间，代表团成员在德里拜访了37名来自不同政党的印度国会议员，包括各部门部长，向他们介绍了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局势，并呼吁印度议员发挥主导作用，对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表达关切，并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一起敦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展科学研究，对青藏高原的生态失衡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展开研究。在拜访活动的最后几天，代表团成员在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的率领下，拜访了台湾驻印度代表处、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及其他国家驻印度的使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